再来看，北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案理解送件，一礼拜六就到期了。调一人大医临时讲，目前只有21000份的人事数，搁差6000份哦。伊嘛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来申请加处分。伊主张讲，理解人事数应该由人事人来送件，毋是单一领函人。今仔下晡会开庭。大医林嘛表示讲，原本的领函人张克进退出主要原因，是因为看到人事书中出现伊过身的妈妈的签名。那之后，他才跟我讲说原来是我们领衔人的母亲，然后已经过世了一段时间。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很冲击。张克进教授他看到一定更冲击。罢免团体调集人赖以人，正是原底罢免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的代表人张克进。伊宣布退出的关键原因是看到伊已经过身的老母，伊的签名嘛出现伫咧第一届大人事书内底。赖以人强调讲，伊袂怪罪张克进。不过，同一批人事书内底，还佫出现142份被罢免人，毋是吴思瑶的情形，是引起大家议论。他到底是混到了其他的被罢免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无从得知。造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瑕疵，这就交由检调他们来调查。赖以人指出，出动时是由市党部协助列名册，而且目前检调还在调查当中，相关的细节无方便讲。即马第2阶段人事送件，即礼拜六就要到期。赖以人讲，目前敢若收集到21000份的人事书，还佫差6000份。不过详细嘛，甲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加处分，主张第2阶段人事书应该由人事人来送件，并不是高级代表人。初三下晡会开庭审理。我的心情一向是非常的平常心，我一向是以我的问政、我党团干事长的工作优先。今天赖以任找我去陪他出庭，我怎么可能呢？我很忙。目前罢免国民党立委31案完成第2阶段送件，传出南营党内人事评估有3加50危险的名单，上界危险的是叶元之、涂宽杰、黄建斌，还有王宏维、齐卡心、吴虎庭、郑正乾、加罗定伟嘛去用点名。我们用一个区域联防的方式团队作战的方式让所有的市民了解到这一次是民主的保卫战，所以我们要共同站出来挡恶霸。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陪同嘛去拄到罢免危机的林德福去市场求支持。朱立伦讲，国民党素来会继续拍拼来反罢免。公司新闻台北报道。